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5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请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糖酸肉精的事件引起关注，国民党就行政院长2月17进行专案的报告，敢会甲白营来合作咧？民众党表示一切会照程序行。台湾人去越南富国岛佚佗，煞互人放狠照。聘保协会表示已经达成协议，希望旅行社会当照聘照行，积极承担。全国中小学明仔载第一天上课，拜六搁要补课。有家长讲，这2天有互囡仔较早困、较早起来，甲开学的心态调整有好势。这个初六开工，今仔日早起咧，这天气是真好。中南部是烧到到要30度，也毋过暗时开始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会向降温。明仔载这北部地区是平均今仔日减10度到12度左右，所以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温差的变化。开工的第一天，台北市区早起有淡薄凉凉，不过晚中到时就变温暖，出日头的好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15早时温度较悬，中南部高温甚至谈到30度，不过暗时就会开始有变化。今天深夜到明天，因为有一道锋面通过，到时候东北季风也增强，因此在北台湾特别感觉到温度有明显的变化。明天预估高温会跟今天相较之下，会有10到12度的落差。明天在北台湾的高温大概只有16度到14度左右而已。好天气连面就有变卦，15暗时就有锋面开始影响台湾，北台湾温度下降的感受会非常明显。中南部也会落4度到6度，但是拜六就会开始回温。另外北部、东部地区也要注意有雨水。整体的下雨时间是落在今天深夜以后，白天天气还算是稳定。明天白天跟深夜的雨量这样比起来，相对缓和一点点。而周6到下周2，看起来水汽明显比较减少，只剩下迎风面的东半部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而已。另外，中央气象署提醒，拜六礼拜北部马祖、金门的大雾，也是出现低云，会影响能见度。提醒民众若有要坐飞联机，要注意航班的资讯上新变化。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今年台湾灯会是伫台南来举办，安平的展览场伫2月13就已经开放，到达已经超过300万人次来参观啊。另外，这个主灯是伫台南的高铁站2月24也会开放。这几天，这公部门除了来整理环境、看电线等等，也提醒民众，因为这个工程油源搁咧进行当中，所以先莫走入去，以免危险。占地42公顷的台湾灯会高铁站灯区，现场施工的人员在咧赶工，会当看到有一寡灯具已经送到现场。为着迎接2月24的启灯，相关的部门嘛提早整备4周围的环境甲道路。有关灯区的场地及电力已经在过年前准备完成，人行道也并同优化，长度约5.1公里。高铁灯区面积有40多公顷，包括中央的主灯区9.88公顷。地方灯区4.3公顷，阁有美食市集甲展演区的2.29公顷，整理过的环境变甲真新。也若目前因为灯区各大主题作品陆续进场施工，呼吁民众毋通去参观或者是翕相，为了维护家己的安全，嘛避免去影响到布展的进度。提醒大家哦，整个高铁灯区还是施工的工区哦，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前往参观哦。而且那边除了影响这个您的安全之外，也可能会影响整个工程进度。因为这边第一个交通方便，搬来这个地方就是至少高铁就在旁边，对。然后这边又是一个算是新的科学市镇这样。哦。这届的主灯连来台湾，主体有18公尺悬。加上底座有22公尺悬，总重量是超过40公吨。有用太阳能图灵的系统加入主灯的光源控制，真做历来上界节能的主灯。另外，伫咧刷轮力量科技示范场下，所有灯具光源拢是用力量的装置发电，是全国的头一个。也若台湾灯会安平灯区，为2月13启灯到今，包括过年的连假期间，目前是已经突破300万人次参观。记者温哲兴台南报道。行政院今仔日早起举办新春团拜，院长陈建仁是期待朝野会当和谐，国家会当稳定向前行。也毋过，这台糖三肉精的事件引起社会真大的关注。国民党的这立委就招院长2月17来进行专案的报告。也若这新国会第一场拿白赢，敢会合作咧？民众党是表示讲，一切拢会照程序来行，目前还未收到党团协商的通知。
恭喜恭喜，开春大吉！行政院早起举行新春团拜，院长陈建仁、副院长郑文灿加各部会首长做伙，互相祝贺新年快乐。陈建仁致辞时阵，除了感谢行政团队的协助，嘛勉励朝野会当团结，国家稳健向前。选完以后好像3个政党没有一个政党是全赢，也没有一个政党是全输了。不管朝野都一定要团结合一。当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国家才能够稳健的向前走。年假过了后，立法院第11届第1会期要第20开议，暗过针对进前发生大肠散马精的事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发起联署，主张17加开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我干嘛关心新会期头一件的散马精哪边是不是会合作？我们今天会把党团所有成员的联署送到院会。17号，我们希望能够开临时会，但是我们也尊重韩院长明天所召开的朝野协商。台湾民众党党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主张，希望2月16号的时候就开议，我们就一切按照程序来，因为到目前为止。本党团都还没有收到任何党团协商的通知。新市加开临时会，立法院长韩国瑜16会召开朝野协商。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书明也表示，若做临时会开袂成，无排除要当陈建仁伫开议后的施政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民众党的前立委蔡壁如过年过是正式入去台中市政府来做顾问，也毋过伊今仔日这新春团拜煞无出现，伊是回应讲爱来先熟悉环境，未来会以护理的专业为市政来贡献。地方有一寡政治头人，即马拢真注意后手的效应。人西顶头绕日滚滚，台中市府15号举办新春团拜，正式走马上任的12日顶有及职市政顾问蔡壁如煞无出现。市长罗秀燕强调，当然是会使自发性参加，一切会使以公务行政为重。今天的是自发性参加，那我刚才特别提到，我们的同仁有将近5万位，大家有空就来参加。但是如果还有在公务上或另有行程的话，那就请大家以公务优先。蔡壁如曾经代表民众党参选台中市第1选区立委，落选了后接受罗秀燕邀请进入市府，伊表示早起有来到市府报道熟悉环境，无法度出席团拜，也认为家己的护理背景，未来会当伫咧医护甲长照的部分提供尊重。因为选过去对地方还是有一点了解啦，再来就是我有护理的专业嘛，至少在医护这个医护部分还有长照部分，我想我应该可以贡献我的所见所长。民众党台中市党部是认为，蔡壁如留伫咧台中定根是真重要，地方议员也欠缺家母带头。2026年市长选举，希望会当推出家己的候选人。其实非常的期待，因为一直以来，台湾民众党让人家觉得就是一个网络政党，没有扎实的一个扎根的一个部分。今天看到我们壁如姐愿意来到我们台中市政府，愿意来为乡亲来服务，这个就是可看见我们台湾民众党的一个未来。台中南北合议题选后持续引起讨论，未来是竞争也是合作，地方政党高度关注，也牵涉到各党派的布局。记者台中报道。初六开工，在台湾股市今仔日嘛开出红盘，早起是起600多点，指数上悬冲到18000多点，这是历史的新高。落尾是收在18644点。另外，这台积电伫盘中也起到708块，市场的价值来到18条，嘛同款是历史的新高。证券商请来财神爷跳加关，希望讨一个好彩头。果然，台股金融年新春开工日就见红盘，15开盘就大起超过600点，指数上悬冲到18725点，创下历史的新高。宽达王台积电是上届大功臣，早盘上悬起到709块的天价，大起83块，期待起到18.38条，嘛创下新高。那台股重新开盘之后呢，资金全面涌入台积电。台积电在早盘的时候，股价是冲过了700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大涨了8到9%。这也带动台股今天的一个大涨。分析师表示，台股封关期间，台积电 ADR 伫美国起价幅度超过10%，投资人看好台积电补起行情，联动台股强势开红盘。国家全球今年会开始加入降息的循环，拢有助外资扩大
加钱的趋势。证交所早起举行新春团拜，金管会主委黄天武甲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致辞的时阵拢讲，今年拄到真济国大选，地缘政治必须爱注意，嘛必须爱正谨慎。由于我们有多国的政治的选举，对政治情势的这样子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全球的政经的情势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我们台视要深具的这样子的一个谨慎的心态。不能只是以维持现状为满足，我们要比别人加快努力2倍到3倍，才能够超前别人。证交所表示，2年发展重点会以现有的 AI 半导体这的关键产业做基础，推动数位、力能也甲新机电3大新的经济产业发展，吸引国际级的企业伫台湾上市柜。另外嘛，鼓励期待比100亿较侪的公司增加发说会的次数，佮结合产业供应链，用势带大，增加中小企业的能见度，来销售市场的量能，进一步会当壮大市场的规模。记者综合报道。一阵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伫台中逢甲上款。今仔日透早传出有2排的人咧谈判，其中一个男性互3个人甲攻击，佮要甲压上车。警方赶到现场的时是连续开12枪，互这个嫌犯走袂去。加在落尾的这个受害者有救落来。即马警方是当咧调监视器，要来扩大追查。远警赶到现场，要求嫌犯落车，不过车顶的嫌犯无要配合，开着黑色的胶仔要来逃走，甚至要来弄警方。远警连续开了几啊枪来甲挡。2个远警对着黑色的轿车拢总开出12枪，不过嫌犯还是逃走。现场留下25岁安姓被害人以及一架嫌犯走来的犯案车辆。什么原因？哈，不知道。代志发生25号凌晨12点外，台中3个男子甲被害人约伫逢甲相关的好行八路要来谈判，甚至要强压轿车拔走。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往现场救出被害人，不过3个嫌犯拒绝配合开车逃走。警方见3名男子使用电击棒欲强压被害人上车，立即对空鸣枪，喝令3人下车接受盘查。那嫌犯拒不配合，且开车冲撞。警方对照发现，嫌犯将犯案的轿车诞生伫咧台英交流道附近，目前经锁定嫌人的身份，就会积极查起到案。案发经过嘛，就会进一步来厘清。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湾有一个网红伫柬埔寨翕影片，讲伊互人拍，佮互人抢，落尾才知影讲原来这全部拢是伊家己一个人来搬的一出戏。柬埔寨警方甲抓起来，佮公布伊的相片。参与做伙的另外一位网红阿闹啊，嘛是同款，互警方甲带走。这柬埔寨警方是表示讲，因就是调工要来制造话题，互网友对柬埔寨有误解。外交部及驻外管处均未接获当事人及其家属联系寻求协助。有关当事人遭到柬埔寨警方逮捕及后续情形，外交部尊重柬埔寨警方以及司法单位的调查与审理。相关驻外管处也会协助确保国人在当地受到公平的司法程序以及合理对待，并将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表示，尊重柬埔寨官方的心理，咱的驻外人员也会确保人民受到公平甲合理的对待。针对网红来损害这个柬埔寨的国家形象，柬埔寨警方预计下晡就会开记者会来说明。而且春节期间，有约300个台湾人对旅行团去越南的富国岛来佚佗，结果这个负责的旅行社年代旅游，煞因为钱项甲人有长短，所以互当地业者甲规个旅行团拢放分照。屏保协会今仔日早起是接到真济通资讯的电话，因表示讲目前已经达成协议，希望讲这个年代旅游会当照聘照行来积极承担。请问您好。过完春假连续假期，屏保协会早起接到真济电话，拢是来问越南富国岛旅行团，互人骗伫遐无人插的事件，要安怎求偿？大概100多位的客人在外站有刷卡付了720块美金，因为这个年代没有付钱，所以呢这一块呢应该是年代旅游应该要概括承受。让旅游团员在外站刷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们绝对会站在保障消费者的立场，让连带旅游，也就如同它的声明，你要从优、从宽、从速来处理。会互旅客对团，还有海外付钱，乒乓协会也感觉真罕。在处理求偿问题时阵，年代旅游甲越南直接旅行社争议各个关卡。再次向所有团员致歉，以平安坐上回台的班机才召开记者会，绝非外界所传的必不见面。14暗时9点，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搁一摆会师的同时指出，偏伫遐无人管的原因是越南地接旅行社反悔自6个结团款向旅客造谣威胁加付钱，虽然公司积极处理，暗过严重影响名声，会进行提告。暗过越南地接旅行社也发声明反击，无收到钱，说有嫌是协助旅客登来台湾。搁伫观光署甲乒乓协会协调之下，中签合约。年代旅游继续办后，只希望能赶紧付钱。旅行业管理规则的这个规定，我们要按照这个发展观光条例来做处罚。消费者保护法的36跟38哈，里面有相关的罚则，它最重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这个要求这个停业3个月啊。观光署回应已经开始调查年代旅游，若违反是事实，就会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统计，去年12月全国平均的失业率是3%外，其中台东的趴数是平全国还阁较悬，所以台东县政府过年过了后是推出7项职业训练的辅导措施，这个新众朋友甲中低收入的民众会当免费来参加，而且这所有来上课的人，佮会当领到原地劳保的6声津贴，要帮助民众来顺利找到后一个头路。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2月份就业资讯的看板出现着急找人才的资讯。过年后陆续换头路的人增加，将会7日开工，陆续到民众来找头路。不过，不管是少年人还是较智慧人，也是感觉到头路较歹找。台东工作也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试试看啦，因为我们年纪毕竟也有了，所以现在有点是工作在挑人，不是人在挑工作。因为台东县发展观光，为少服务业拢需要有证照也是企业证明，为了让民众会当找到好头路，台东县政府过年后特别伫唱国南回甲东海花乡镇开办电脑、餐饮、美甲、甲导览等7个职业训练班，拢总有210个名额，其中新众中低收入户会当免费参加，一般民众部分负担嘛较免1万块，安尼就当参加就业辅导训练课程。上课期间，还可会当领到经济份工作、投保薪资6成的生活津贴补助，即马已经有部分课程伫要满额。就多一个管道，然后可以让我看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那样。上课的时间大概是2个月，所以这2个月他都可以不用担心他的一个收入问题。台东县社会处是讲，其实唔那这7个就业训练班，过年后也会陆续推出托育人员、教学员班，提供换头路也是想要培养第2专长的民众就业辅导的机会，提高台东县民众就业率。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的中小学原底是今仔日要开学，也毋过为着这个新春年假的安排，所以今仔日的课是刷到拜6去上。面对明仔载第1天上课，有家长讲，这2天有互因的囡仔较早困、较早起来，要甲开学的心态调整好势。今仔日好天烧落，台北市立动物园9点开园，有不少家长阿公阿嬷带囡仔来佚佗。不过，其实今仔日是全国中小学休馆开学的日子。想说最后一天，那我们赶快玩一玩，他明天就好好收心这样。今天开学，明天上课。高中、国中、国小原底是定伫咧2月12拜1要开学，为着要配合家长17拜6要补班，教育部才会延后第2学期到明仔载16才开始上课。加工17做伙补班，互家长甲囡仔会当做伙出门。一个休馆包含过年，拢总休27天。寒假作业都写完了吗？写完了，我要写寒假作业，先出来玩一下。明天爬得起来吗？爬得起来，爬得起来。明天要几点起床
6点。明仔载就要开始上课啊，有家长搁咧赶囡仔较紧甲功课写好了，也搁爱调整困甲起床的时间。有小学的校长是讲，为着要因应开学进校群，第一礼拜拢会加安排活动。小朋友他们几乎都会睡比较晚，难免会有下床气呀，所以要想一些活动让他们做一些收心这样子。新的学期开始，辅导管教办法的注意事项，甲校安检查的新制嘛正式来实施。教育部强调，为着要维持教学秩序甲教育活动，老师若对学生有部分强制措施，毋过毋是不当管教就袂处罚，嘛袂去影响到考绩，互老师有合理的管教权。记者台北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有一只中国籍的船，昨下晡撞入去咱金门的海域来掠鱼。咱的海巡署要甲查，也毋过这只船煞走互人掠，落尾全安尼并船。海巡署甲4个船员救起来，也毋过其中2个人送病院了后是救无回来。针对这件意外，这中国国台办是强烈批评。目前咱金门地检署已经指挥调查，陆委会也会甲对方保持联络。海巡队员无用伫咧救援，在4下昼有一台中国籍的快艇，外界伫金门县北顶的东平0.5海里海域掠鱼。金门海巡队接到报案赶来处理，结果中国籍的快艇拒检，双方伫咧入的过程中，中国迄边的船无顺利并船，造成船顶4个人跋海。海巡署甲4个人救起来送病院，也毋过2个人救袂大。那因为该快艇蛇形巨减，甚至甩尾导致那个快艇翻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批评台湾当局以粗暴加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的渔民，是造成这件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要拿海巡署是发声明讲，一切拢是依法行政。目前已经将涉案的人甲船带回金门海巡队调查，并且已经报请金门地检署指挥侦办。本案涉案船舶系属三无船舶，为两岸协同执法共同关注的对象。对于发生本次意外事故，本署深表遗憾。海巡署强调，针对金马坪甲北方三岛海峡等外界重点区域，适时规划扩大为了此地昆布，严格处理外界掠鱼，依法救办。目前也透过广岛联络死亡船员的家属，协助因处理后事。刘委会主席柯泰山表示，将会跟对方保持联络。我想我们都保持跟海巡署跟对岸呢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了那我们也及时的让他们知道相关的情形。一拿到中国旅行团停交，两岸观光交流恐惊是遥遥无期。柯泰山表示，基本上这么代志发展就看对方的态度，就平等互惠各项考虑，这么拢伫咧评估中。记者综合报道。印尼伫昨进行总统大选，现任的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伊是家己来宣布当选。也若根据一份非官方的票数统计，伊的得票率大概是58%。为一开票就凸显出领先优势，包括参考各种统计，拢预估印尼总统候选人 Prabowo 是一个正歹应会对手。根据4间独立民调非官方快速计票结果，今年72岁前特种部队司令 Prabowo 得票率是前雅加达省长阿尼斯的2倍多。14印尼总统大选投票了暗暝 ，Prabowo 伫雅加达的 GBK 国家体育场庆祝晚会，家己宣布当选。Paslon Prabowo Gibran menang sekali putaran untuk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 Prabowo 的副手是现任总统 Jokowi 的大囝 Gibran。专家分析 ，Jokowi 效应是 Prabowo 得到支持的主要原因。Jokowi 自2014年用平民的身份选调总统，经过将近10年的执政甲布局，建立政治王朝。伫今年卸任进前，有关大囝的声势。Ini kali pertama dalam sejarah Indonesia seorang presiden yang sedang menjabat memiliki kerabat yang memenangkan pemilu presiden. Prabowo 捌伫前独裁总统苏哈托统治的时做一个将军，伊当时伊互指控伫指挥的一个特种部队涉嫌虐待甲绑票，伊本人强烈否认。即届投入总统选举，甲家己为一个歹性地民族主义者甲歹名声的军人硬斗性格，转做一个古水正爱猫的阿公。伫
伫印尼将近2.05亿有超过一半拢是40岁以下的选民内底，伫社群媒体写侪少年人支持。不过有一寡分析家认为是佐科维的支持 ，Prabowo 才会当选掉。Prabowo 会当帮助特别下任的佐科维保持伊的政治影响力，而且甲建设现代化，嘛会当实现甲印尼打造成做电动车中心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伫美洲的 Amazon 雨林，即马已经有6500万吨的历史啊，也毋过受到气候甲人为的迫害，规个雨林是渐渐萎缩。专家警告讲，2050年时，这个对全球上重要的雨林可能救袂回来。亚马逊雨林6500万年来一直得到科学家证明，伫气候的自然变化有强大的适应甲调节的能力。即马煞乌白开垦，也甲咱人所造成的气候危机承受新的压力，也有可能伫未来30年来，互规个雨林大规模破坏。Maybe by 2050, the system could reach a tipping point. Once we cross this tipping point, maybe we cannot do anything anymore, and then it's useless to stop deforestation. 这是国际期刊《自然》第10时发表的上新研究，科学家伫全球暖化每一年的降雨量、大湿季节持续偌久，也有森林开垦，预测出亚马逊雨林有10%至47%会伫真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互伊的生态系统活进无功能。We are seeing temperatures increasing very fast. We do have time to change, but we have to act now. We cannot wait 1 or 2 more years. 亚马逊河流溪是世界上大的热带雨林，不过2021年科学家头一届证实，伊的碳排量已经超过吸收量，大火加乌白开垦造成的森林损失是主要原因。不过伊也是有真强大而且重要的碳汇集功能，那做失灵会削弱伊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致使加速地球的暖化。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国内在地消息，咱要先来看新北市的淡水，伫个年假的最后一天发生一桩交通事故。有一个50多岁查某公车司机，伊是哪驶哪食饼，停红灯的时阵，佮落车要来整理驾驶座，也毋过伊煞袂记右手动，转互规台公车去弄到头前的4台奥多拜，加在这起事拢是轻伤。也若客运公司是讲会来处罚驾驶，也会对患者负责。几多台车停伫路口挡红灯，后壁这台公车拢无停，直接向前冲。几多位骑奥多拜人连人带车回弄到摔个涂骹，也有坐伫后座的乘客倒骹互车交过。不过司机迄当阵人无伫咧车顶驾驶座，是伫咧车外。车辆往前滑行，推撞前方停等红灯等4部机车，造成其中一部机车23岁郭姓女乘客受伤送医，其余均轻微擦伤，离女9测值为0。这件车祸发生伫咧新北市的淡水，14暗9点外，一台领事的姓李的女驾驶开的小公车，伊哪开车哪食饼。路口伫咧等红灯时阵，伊落车去半身躯顶的饼夫整理驾驶座，顺线切照后行，也毋过伊无右手动啊，公车停的所在佫拄是路径，所以公车就一直向前冲，从几路公车去弄到4台奥多拜。这件车祸是那个我们驾驶的疏失啊，包含检查奖金啊、记过等等，一人送医然后这个公司后面都会来做妥善的处理。客运公司讲，驾驶的疏失造成车祸，将会用记过减罚奖金来处分，并且加强教育训练。受伤的人送病了，已经拢无大碍，公司也会负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好，在过年期间也发生真侪交通违规的事件。伫高雄，都有民众骑车咧掠粪扫车的时阵，伫双黄线直接射翻头，佮正向停车，所以至少会罚1200块。也若这粪扫车也发生意外，伫个南马溪有一台粪扫车是掉伫个窟仔内底点半钟，加在落尾是吊车出动救援，无人受伤。轿车对伫粪扫车后壁停红灯，对向车道骑机车的民众伫双黄线回转，直接插入去粪扫车甲轿车中央，摕起粪扫就想要等，却因为粪扫车起步无弹着，画面互传去伫网络顶悬。警方表示，民众的行为已经违法。在双黄线上回转，恐违反《道交条例》第49条第1项第2款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令该骑士故意顺行方向违规停车，
依道交条例处新台币600元、1200元以下罚款。为着约本锁车，民众2条违规恐惊爱罚至少1200块。事发伫13下晡，高雄三民区新民路顶悬，因为初5是拜三，无收本锁，反而过年的本锁超量。清洁队人员13初4对透早无闲到暗时加强清运。大年初4，各区清洁队从白天开始到晚上加强清运垃圾，全日总计出动垃圾车914车次。清运垃圾量为3160公吨。为着清本锁，嘛出现部分状况。除了违规约本锁车，迄天暗时一台本锁车来到南马溪德明路的巷仔内底，咱那山卡吉米马路的坑内底，受困大约1点钟半。出动警方甲吊车救援，一直到大约10点才离开，加载无造成人员受伤。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新年头，旧年尾有真侪人拢会放烟火来庆祝，也毋过伫咧宜兰和平公园，所有民众这烟火放煞了后，拢无整理，有诶甚至是还袂点过。环保局就表示讲，这烟火乌白弹上济会罚6000块，也提醒民众爱发挥公德心。若准这个炮啊还袂用过，等去本锁车，恐惊就会引起爆炸，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宜兰和平公园草埔拢是炮啊本锁是春节期间留落来，公所清洁人员无闲清理装袋啊，一天用清5袋以上，有民众都表示真无水准，因为应该会管好管理减少卖炮啊。这不用讲了，这一定的啊，他怎么有可能把你用一用就把你用了？真的，就觉得这样行为其实不好。这个厂商不办，他就不会了。清洁人员阁发现部分的炮啊无放完，直接阁平伫涂骹。没放完的，你我看见，不然丢掉哦。它垃圾车就会爆炸。这无放完的炮啊，若直接平伫本锁车内底，有引起爆炸的几率。民众拿炮啊本锁行为，有将和平公园地面引用废氢法来开发。这样的一个行为导致污染地面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的规定可以依同法第50条规定处以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环保局表示，依法凊彩瓶炮啊烟火废弃物而且污染地面，应罚1000至到6000。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除了维护环境，也避免受罚。也请各地管理机关爱积极管理环境，恢复美丽宜兰风景。记者综合报道。白沙屯马正向活动伫2月16日开放报名，也毋过即站所有诈骗集团讲，你纳一寡手续费，伊就会当代替报名。庙方甲警察拢来提醒信众一定爱细腻。另外，伫台中是有富人人透过网络来谈恋爱，结果煞互人骗真千万。新春年假期间，游客真多。苗栗通宵白沙屯江天宫步行进香，16日就要开始受理报名。也毋过，稍后庙方发现有不少人士伫网络上讲，会当代为报名，也阁加收手续费，完全是诈骗。有一些跟你讲网络报名还是线上报名，这个我们都不做这种服务，所以说小心每一年都有这个情形发生，小心上当。实际来到江天宫柜台，庙方出示报名表，表示进香活动一直是用现场报名方式。信众成功报名了后，就会当领帽啊、面巾、架等标准配备。因为白沙屯妈祖步行进香去年有超过11万人次报名，今年有计也阁会破纪录。苗栗警方特别呼吁千万唔通听信社群网络谣言，以免哄骗。如信众无法到场报名，一定要请熟识的亲友到场代为报名。切勿在社群网站上请网友代为报名，以免遭诈骗。网络欺骗的也有台中一位市长的负责人，小蔡家己讲是南苏丹战地医生协助准备向联合国申请退休，到时阵会将大笔退休金利用保险方式寄来台湾，前后7摆以对方要求汇款5000万。警方协助组专案小组调查出45岁姓罗的女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声称收到巨额退休金后，会将退休金寄送给被害人，并以此为借口，陆续骗取被害人汇款海运费、反恐证明、索赔证明、医药费等金额。随后又诈骗被害人担任人头户以及面交车手，诈骗行径相当恶劣。
警方逮捕7名诈欺集团成员，线老祖嫌本身也就是命理师，另外兼做飞机白白箱协助集团洗钱赚薄利。后手警方以涉嫌诈欺洗钱罪嫌，将专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立春了后，这百花悄悄开，伫个台中的福寿山农场，即马樱花开甲长水。另外，伫玉山的山头嘛，因为有积雪，所以成真侪人伫台21线抢咧翕相。树基顶悬粉红色的樱花大开，规个山谷之间拢充满浪漫的氛围。台中福寿山农场的千樱园，选伫咧2月14号情人节这一天开园，吸引真侪民众来行春赏花。好漂亮，希望希望朋友们来。后面的很漂亮哦。我们今天抢头香。福寿山农场为2005年开始，种无共品种的樱花。2月中旬先大开的是粉红色的石荷樱加富士樱。到了3月中旬，有白色的樱花接力，农场也佮制作樱园卡，设置基园墙，非常的应景。福寿山农场配合情人节，在今天浪漫开园。目前粉色系列的樱花已经开了3到4成，预测在下周可以达到最盛开的情况。玉山山头靠白色砍掉的，那亲像是已经过身的知名画家陈澄波作品《玉山即色景色》。农历春节的期间，寒流来袭，东亚上悬的玉山落雪，游客甲摄影爱好者拢来到台21线好望角遮雕像，很漂亮，值得来欣赏。主峰积雪有10公分，我们在台21线139.5这附近那个好望角呢，可以欣赏到玉山群峰的一个雪景。生态联名达人苏家宏表示，当地13号开始天气转好，能见度提悬，真适合来远看玉山。尤其日头要落山的时阵，更较美丽。不过提醒台21线袂当临停车辆，民众看风景的时阵，同时也要注意安全。记者台中嘉义报道。再来看台湾每年都要进入超高龄社会，要安怎让这个时代会当活了健康佮有品质？即马已经真做是真要紧的议题。伫台北市的内湖，都有一个做yoga的老师，伊特别为老大人来开课，加强因的心肺功能甲筋脉的耐力，帮助因会当减慢退化。来看这群学生，因平均的年岁是60以上，也毋过因的身躯是不离啊柔软。其中年岁这个上大已经83岁。肩膀上提膝，下吐啊。对老师的课程配合喘气，将全身筋脉展开。这是台北市内湖的瑜伽教室。这学生平均年岁超过60岁，不过身体柔软度一点也拢无适合少年人。年纪大了，孩子们都大了，那我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因为我喜欢舞蹈跟瑜伽。有些人听了瑜伽觉得哇那好难，其实不是。结果我做了以后，我现在前后大概10年了有了，我就觉得很明显的我的脊椎有矫正过来。收回膝弯蹲。课程上课老师就是以金珠老师有将近20年的教学经验，因为观察真侪老大人拢有筋骨酸痛的困扰，所以伊伫课程当中特别用入中医的经络保养。根据24节气无共款变化，随时调整动作，强化老大人心肺功能加筋耐力。瑜伽不是只有年轻人才能做，透过我们的动作，然后透过呼吸来帮助我们动作来调整体态，来帮助我们的筋肉皮脉，好，包括血液循环，促进它血液循环好，把身体该排毒就排掉。伊表示，瑜伽是一种心性灵练习，注重迄时阵动作喘气加身体感受。真侪动作需要大量伸展，应改善身体柔软度加平衡感，正适合老大人。左脚出去，身体在卷，漂亮。瑜伽让我觉得说，不只是肢体的舒缓，那种身心都有。他们就讲这句话，谢谢你帮助我们把健康找回来了，我们就从春天动到春夏秋冬，动到冬天就对了，我们又赚回到1年。所以这句话我也要送给大家。老师强调，做瑜伽上重要就是莫紧张，莫甲别人比较，也莫勉强，练习甲家己身体对话。尤其超高龄社会推广老大人的运动，不只能改善个人体能，也能减少老化的程度，让老大人活到老，身心拢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个刺绣，有真侪人拢会想到是刺一寡花蕊尔尔，也毋过有一个艺术家，伊是甲咱台湾在地食物，亲像是卤肉饭，也是鸡排等等，变作是刺绣的艺术品。即站过年时啊，这个围炉的料理，也真做是伊创作的灵感来源。菜来咯，酸辣甲乌鱼子、黄金腿裤，也佮佛跳墙，甲代表年年有春的炊酒班。这过年围炉的好料的，互人看了到地真想要食。不过这一般一般的美食，其实是一件一件刺绣的作品。会有一些祝福或吉祥的话是暗藏在里面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这样子为它做一整个系列，就是上菜的感觉。这作品全部来自台湾一位刺绣的插画家陈秀平。伊原本是一位平民的设计师，伊直到拄到一场车祸意外，才互伊行上这个刺绣的人生。那时候我必须要休养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面我就想说，反正也不太能动，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刺绣，然后之后就接到朋友委托，就是定制，我想说，好像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全部上网络，家己学，家己看，伊对一针一线内底来研究刺绣技法，经由无同色地的绣线变换，也互原本咸酥粿内底高赞塔慢慢一球一球成型。光看无明显，也毋过有远一个看，却是让人感觉敢若有芳味出来咯。线材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那么像画笔一样，就是颜料一样是可以调和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它呈现出它的食材的质感、油的光泽感，要去钻研的地方。像台湾小食内底，定来看到卤肉饭、鸡排，甚至是用人参底的这个小笼包，也有珍珠奶茶，无论对质地甲看起来，拢敢若真的同款。在刺绣的部分，跟台湾相关的吃的部分比较少，他们能够借由对刺绣有兴趣，然后看到台湾的小吃。除了小食系列，是毋是代表饮料、鲜草味加甜甜芦笋汁，也是乖乖饼加香味鲜，拢真侪刺绣的材料。希望经过作品，互更加侪人来熟悉刺绣甲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瑞丰的高洞啊，因为有真侪鸟啊，所以有一寡人拢真爱去。其实过去才是台湾炭矿主要的生产地。今年日本全国煤矿博物馆的研讨会是头一摆伫台湾举办，学者就希望讲各界会当来重视这项文化资产。今日新北市瑞丰区的水产本矿炭坑，老炭坑工人提这个12骨仔，示范当年的员工是安怎借由这个卡声音判断岩石是不是有灾。这个坑每天产1000多吨的煤，1000多吨的煤，它同时下坑的工人将近有1000多个工人在坑里面工作。高洞也是台湾少数也留有真髓炭坑产业历史遗迹的所在。今年日本全国炭坑博物馆研讨会头一摆伫台湾举办，高洞炭坑工人文史馆是因参访的重点之一。像上面这一张图是瑞山煤矿的整个图。好，那我们从这里开始，最远到石峰瀑布去。这个全长大概6公里。高洞炭坑工人文史馆成立在2019年，国内较早做炭坑的人自分享水产矿业承租场所，免费为大众进行导览解说。学者讲，像这款的博物館在日本甚至亞洲拢真罕的。生きた歴史を保存するような場所は日本の中でもなかなかない。つまり炭鉱マンが自分たちの努力で自分たちの歴史を展示しているという場所は日本ではもう見つかりません。不过最近，水产矿业讲，今年6月底做约告期了后，未搁再续租，或者老炭坑工人是真烦恼文史馆的未来。那文史馆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馆舍嘛，虽然是很小，但是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说起来，这么重要的历史故事，怎么可以让它消失掉？文化部才伫甲各部会来研究，安怎来提供协助，只也无具体结果。煤矿产业是台湾经济发展史甲劳动史重要一环，相关文化资产的保存需要各界继续来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府城隍庙到今已经有355年的历史，真做是咱台湾国定的古迹。今年庙方是来办花灯的活动，以城隍爷的大算盘来设计一座算盘花灯，顶头阁有写一寡款式的字词，要互民众来认捌府城隍爷的文化。
一粒粒红色的花灯不加水个大班，庙埕规大片的灯海，城人注目。详细看花灯的顶款有坑人做神水画起，这是有355档久的台湾府城隍庙办的灯花活动。庙方发挥创意，摕庙内点电起宝的大算盘造型来设计花灯。庙方指出，大算盘是城隍爷咧算人善恶的工具，应用轻松的方式，要通互人来明白城隍爷的文化。就是说劝人向善。一生就是尽量做善事，那你做坏事，当然逃不过城隍爷的算盘，他一算加减减一算，那你大概善恶功过就出来了。对咱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发扬真的有足大的帮助，希望讲会当去扩大，会当去继续。看灯阁无够开，特别的是庙方甲平常时收藏伫文物馆有300多公斤的大算盘，展互大家看，兼开放互人帮求平安。另外，金龙年新正年头，庙方嘛做一面双人星龛，佮穿金色的鳞片大纸，互民众写名打起的记号。庙方讲大龙年得金银，有祈求富贵顺遂、赚大钱的意涵。贴这个金色的那个金币的东西，然后来圆一个梦。庙里有2只古文物的迄个铃咱家画落来离现场互开放民众来打伊的鳞片咱铃头咱搁话做好铺起来。象征龙出头啦！府城隍庙的花灯登记到3月初10，庙方头一摆用上百粒算盘的珠灯来点化人心，因最后要传达慈善孝福的理念，这嘛呈现无共文化的传承方式。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古巴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有一寡民生物资，亲像是米也是鸡卵等等，全部拢是用配给的。即马为着要来解决欠物资的问题，所以当地政府是开放互外资会当进入来大卖甲散卖市场。当地有一寡私人的柑仔店嘛愈来愈多，也毋过这价销也加较贵。这间本来是私人徛价的车库，怎么改做杂货店？头前这条路人真多，生意也算袂歹，因为物资真欠。古巴政府宣布，怎么准外资过来做批发甲零售贸易。目前，古巴已经批准9000间企业，包括做衫工厂、渔业甲建设公司，验过这种杂货店上市。虽然杂货店看起来真简单。验过内面的物件无咧俗，像一个月收入差不多7000古巴比索，大概是代表9268块医生或者是老师，也会感觉杂货店的价销真贵。像1公斤对一个来牛奶粉要2000古巴比索，差不多代表2649。一罐西班牙的美内子127块代表2公斤半，自美国进口的鸡巴254块代表。其他亲像巧克力酱159块，西班牙有气的酒是要190块代表。Las MIPYME son muy caras, excesivamente caras para el cubano promedio, no alcanza. Pero nos ha ayudado a resolver algunas cosas, a encontrar algunos productos que no están en ninguna otra parte. Desgraciadamente hay que caer ahí por el arroz, por el azúcar, por muchos por. 专家讲，古巴的零售市场有限，几60年来，共产主义国家用公平分配方式切断大部分的零售加出口商的商品，所以私人的零售业上大的挑战是安怎在政府有条件的开放下创造经济。Cub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The fundamental ideology of the country has not changed. That's still there. But I think Cuba finds itself in a very tough economic moment. And I think that has opened a door for opening up a little bit of the space. 专家讲，古巴一边配给予每一个家庭维持15天的基本需求，包括米、糖、鸡卵，也其他食的物件转用其他方式来买。开放杂货店买卖，虽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真大的突破，不过这项政策的内容也是有真侪控制性，所以认为就算是开放杂货店，政府依然无理解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译。
伫遮提供观众朋友气象的资讯。明仔载日时开始，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加较凉冷，其他所在在早暗也会较凉。桃园以北甲东部地区、恒春半岛，甚至是马祖，拢有局部性的低渐阵雨，所以请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气象的状况。下半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不理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是23到30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7度。外岛地区13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